咧東亞運嘅足球刺激啊！咁香港咧喺大球場咧就將會同日本咧爭取呢面係足球嘅金牌啊！咁啊同大家睇波除咗中仔之外咧就係 Keyman 同埋偉文啊！喂，呢個時候咧就先請阿 Keyman 幫我哋咧睇睇香港團隊而家咩成績先。咁啊，今日晏晝咧醒啦嚇，壁球攞到呢個金牌啦，同埋咧呢個男子個人公路賽單車嘅犀利包辦冠亞季啊！咁結果咧係金牌，香港去到17面啊嚇，坐穩第4㗎啦！咁啊嚟緊啊喺聽日完結之前睇下可唔可以去到2字頭嘅金牌數目啦？中國仍然都係金牌一哥嚟嘅。咁啊喺場上面咧就暫時咧球隊就準備緊啦嚇，咁啊我哋好快帶大家去大球場咧一齊睇睇。聽聽國歌先。啱啱咧就係奏翻呢個奏起國歌啦，咁之前咧已經日本嘅國歌咧就係奏咗啦。咁啊偉文啊，咁香港爭呢條金牌嘅難度有幾大咧？咁啊，其實嚟到決賽，我相信咧都係一場5波㗎啦。即係雖然香港隊係過去幾場係比較辛苦啲晉級啊，咁但係嚟到呢一刻，我相信所有球員啊，甚至所有香港人啊，都好希望咧香港隊咧能夠攞呢個金牌啦。嗱咁啊，陳少琪咧就係已經翻咗嚟㗎啦，喺後備名單有㗎。咁啊，今日執法嘅裁判咧就係嚟自越南嘅裁判啦。咁啊，睇到雙方其嘅陣容咧就都係有一個變動㗎。咁香港嘅變動咧主要就係劉念日呢個右後防球員係受傷啦。咁啊，所以咧就呢個曾錦圖咧就係上陣啊。咁劉念日咧今日咧喺呢個後備名單咧都冇名㗎。咁而日本方面咧，就大家睇到日本嘅陣型啦。咁啊，同上一場對呢個朝鮮嘅比較咧，又係有一個變動啊。咁就係呢個2號嘅右後防啦，當間健文咧就係退居後備啦。咁啊，由呢個兼田長雅咧就係上陣㗎。咁啊，基本上啊，偉文，我哋睇過即係香港同日本搞咗場賽事，都覺得日本咧嘅技術相當細膩啊。咁但係香港球員咧，即係如果打慢啲，唔好同對方鬥搶，會唔會係其實呢個正路嘅選擇咧？咁係正路嘅，因為即係過去即係呢個星期其實香港隊都比較辛苦嘅，因為先係喺小西灣啦，咁喺一個爛地情況之後就要惡去中國啦，咁啊先至可以出線啦。咁喺上一場對北韓更加踢到82分鐘射埋12碼，咁啊講緊係前日嘅事嚟啲。咁如果呢場波，我相信香港隊嘅體能嘅球員嘅體能咧，的而且確有少少影響。所以我就建議即係贊成就話香港隊上半場咧，我寧願縮後啲，一條防線縮後啲，唔好俾咁多空位日本。如果你跟住日本個節奏嘅咧，我相信下半場香港都係未必咁好睇嚟。阿 Keyman 你又有咩高見啊？我小西灣嗰場去睇啦，咁我見到啲球迷真係好勁。我今日我覺得我哋咧，淨能夠咁多台直播，真係無憾。唯一遺憾就去唔到現場，唯一去唔到現場就感受唔到佢哋嗰個4萬球迷嘅聲音啦。頭先我哋睇電視去直播啦，咁又中興1點已經入緊場。嗱，而家就係我中聯大球場睇咗先有呢啲。而家現場咧就啲山頂位咧仲略有少少位嘅，咁但係肯定咧，而家去得唔得啦？嗱，而家去我諗都賣嗰啲飛落咗㗎啦，因為公開發售嘅盤咧就賣晒㗎啦。咁啊呢啲咧可能咧啲遲到者嘅啫嚇，攞咗飛遲少少到㗎啦。好啦，咁啊睇翻係啦，咁啊睇翻現場啦。咁啊現場咧就日本隊咧預備咧就先開波。咁啊雖然咧就4萬人唔錯唔足，但我諗咧3萬5、6都起碼有㗎啦嚇。3萬5、6嘅觀眾咧，當中咧就大部分紅衫咧支持呢個香港隊啦。好啦，一開波，哇！睇一下咧已經追落嚟，呢個波應該追唔到啦。好，冇錯，永井兼右啊！呢個波咧係去到底線前咧，將個波夾硬咧係刮一刮上嚟。實力似乎應該有啲，即係有少少相差啦。咁但係我希望咧，我哋嗰日睇場波，即係好似以前偉文打啲賀歲波咁樣，即係明明對手都係點襯都高佢少少，但係因為嗰個氣氛同埋啲球迷嘅支持咧，打高幾皮，射12碼贏你都唔怕。我想話好啦，去到12碼我就真係投香港一票啊！上一場對朝鮮準決賽我哋都係即係對射12碼，我心唔應該好定喎，因為咧就唔係話踢緊上一個對上一個啦，即係我諗3萬人對你啊，3萬人對你幾千人嘅啫，幫到手啊！係啊，咁啊，但係咧，照樣我睇翻咧就日本咧就嗰個主要地面進攻嘅，咁同咧上一場咧對呢個朝鮮啊就唔同，朝鮮咧就後尾咧轉高空進攻咧，我香港都幾大壓力㗎。好啦，咁啊睇呢個波咧，徐德帥一定跳埋嚟，咁啊第一點咧俾人升咗嘅，立即係追到埋嚟，睇下呢個波咧都好定當嚇。呢個咧就係山本康裕啊，咁呢個日本球員咧佢又技術相當好，咁啊追高中場咧就居中策應㗎。咁啊日本呢個小組係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咧你如果我同日本人所講啦，如果你香港同佢鬥搶咧，其實嗰個機會係不大嘅。咁但係咧，如果守得穩咧，我諗就讓時間過，一路時間消磨。因為上場我睇日本對韓國嘅時候咧，韓國下半場咧一踢得硬淨啲，咁
完全咧打到日本咧都唞唔到嚟啊，唔係話絕對一面倒啊。咁所以香港咧亦都係絕對有機會。好啦，側金圖，咁啊今次咧就臨危受命，咁啊頂住右後防位置，咁過去幾場榴蓮日都打得唔錯，但係榴蓮日咧就又撞爆咗眼角啦，又整傷咗，所以呢場咧咁重嘅賽事咧就冇辦法上陣。幾有信心啊！睇嚟香港掹到嚟，咁啊但係咧逼一地方，嗱呢個左腳真係好波啊！呢個河野廣貴咧係左腳好純熟㗎，哇！咁啊球場咧比較爛啊，咁呢個兼田長馬咧啱啱咧係今場咧就係打正選，中間逼冇事，呢個波冇事啊！雖然咧現場觀眾咧都打幾大反應，但係球證企得咁近，個波又的確唔係隨馬嘅，撞一撞嗨嘅啫。好啦，歐陽耀聰過去幾場歐陽耀聰中場咧都打得好好㗎。哎呀，呢個波咧想話俾入嚟啊！咁但係咧陳鵬飛咧係一轉定身都冇啦。兼田長馬今日取代咗當間健咧打右後衞，都反而有當間健民上場睇嗰當間健民都幾中喺右邊咧將個波帶佢吊埋去啊！咁可能今日佢哋嘅教練咧西村超宏咧希望可能仲要打慢啲、打定啲，咁因為大家算大家㗎嘛，大家各大家啫嘛。香港都知道日本嘅打法，日本當然都知道香港嘅打法啦。我主要睇睇雙方嘅教練係點樣部署啦。山川和也好，咁啊頂住，咁兩分零鐘呢個魏文香港都部署都唔錯喎嚇。暫時咁睇咧，即係可能金判坤咧就教練嚟講咧，可能就話要頭嗰10分鐘，香港都照樣係同佢對攻，對逼，係咪？咁啊睇下咧頭10分鐘可唔可以有少少團友，然後先至慢慢縮翻嚟嘅。咁我相信嚟緊呢幾分鐘，我相信香港隊都係咁上下嘅進攻嘅模式。哇！香港隊話中間呢個波搶得幾靚，我知道馬聲除得取又好爆殺落去，想射啊，似啦。咁但係咧就個心係紅啊！見到除得佢喺今次比賽入邊咧，俾人印象相當好嘅嚇。佢自己係搶甩嘅，咁當然其實咧我哋睄到譬如歐聰啊等等咧中路咧遠處都係想幫佢噶啦，咁但係佢決定射遠處就係彈咗，都冇壞啊，咪試先啦。咁啊今次喺香港隊咧，我諗其中一個我哋見到有一個幾明顯嘅改善咧，就係嗰死球方面做得好好啊，個球咧頻有入波嘅，咁呢樣嘢就多得亦都係高大前鋒，無論係鄭禮軒好，或者係今日回歸咗咪打後備嘅陳少琪都有呢一範嘅嚇，啱咗梁振邦犯規，咁後邊一拍呢個永井謙佑，香港都多咗一範，咁死球都係叫做即係有一個食糊嘅範數咁啊，所以有時遠射得過啊，搏到腳頭咧又要咁啊，幾好波嚟嘅波，哎呀，同埋咧個波永井謙佑都好推到嘅，但係咧就正話出嚟咪以為咧佢係喺兩個香港隊之間咧走得到啊！冇試過啦，喺一啲大型嘅運動會攞到牌咁滯㗎啦，香港喺呢個足球隊嚇，今次點樣嚟講都係突破啦，過銀黃金。咁成件事我諗真係有一個好開始咧，因為第一場波贏韓國4-1啦，此路所得球啊，咁嗰場波開得好喎。係啊，嗰場波咧就有快嘅入球啦，咁啊跟住對方又送個禮啦，咁啊結果咧就贏咗之後咧對朝鮮嗰場又打得好啦，雖然打和4-4打又係贏咗，好啦嗱，咁日本就係呢啲㗎啦，佢咧就好多時咧做啲單檔小組買得幾好㗎，好再國內出得到呢個波唔掂，因為中間你睇到咧已經咧係夠晒人㗎啦，咁加上葉鴻輝咧呢幾場表現咧真係表現出身㗎，因為19歲就葉鴻輝啊，咁啊真係難得啊，咁啊當年咧打華家寶咧就係一個年輕小子，跟住轉東方啊，今屆咧就喺天上飛馬，咁啊真係越踢越好啊！咁呢個波你出得好快啊！咁啊其實睇到日本中間亦都冇乜人喺度嘅，咁啊日本最強咧就喺外圍咧做一個小組，咁但係睇翻過去幾場賽事咧，佢喺外圍做小組，但係埋去最尾完成嘅話咧都係一般嘅啫。咁畢竟大家都要明白日本今次唔係話啲一線球員嚟㗎嚇，香港都唔係啊，香港都唔係啊，香港都係有部分咧23歲以下嘅球員啦。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大家個拼勁好啊，咁所以呢個賽事咧我觀成今次嘅足球咧唔係淨係呢場，幾場賽事都好好睇㗎嚇。好啦，呢個犯規係咪？咁啊冇錯啦，李志豪咧俾對方一推啊，咁啊而家個山川和也諗住咧直接咧推上去，咁啊原來咧後邊推而家就永井謙佑啊，嗱留意呢個波，你仲一過咗拉下機一擊佢啊，咁啊呢個咧係哇！呢個場都比較難啊，小明啊！咁之前有踢一場啦，永井謙佑咧，即係佢想執嗰啲線住佢。我諗即係今次籃球嗰陣時咧，踢足球之外咧，佢仲係打籃球啊！係啊，籃球嗰場傷啊，係啊，啲好鬆晒嘅嚇。好啦，睇下諗到先，我哋呢個波陳宏飛咧逼翻出嚟，喺中間歐陽耀聰，隔離有高陽光，佢自己再帶落俾右邊啦，冇錯。好啦，睇下呢球波咧，睇一睇陳宏飛左右呢邊打嘅，再落心啲，一級好嘢，過一個。
正喎，但係其實都有啲計仔話，其實查橫飛咧都慢慢開始一路融入㗎嘛，喺前線佢有身形，亦都有一定嘅技術，咁啊可以俾啲時間佢，應該有表現。咁我都好似阿偉華話齋，而家打到咧係6分幾鐘，攻勢唔係太少㗎。日本咧都可以話分清晰。日本隊咧技術後面一定係較應該係好啲嘅，但係打埋呢5波啦，香港隊決心似乎暫時比較大啲。哎呀，嗰頭贊完呢頭咧，俾咗個起遠波，歐速喺呢度好啊，即係白話一聲咧，佢都係死纏爛打啊，攞住對手做第一條線先。好啦，咁佢哋有冇阻腳啊你？再級多啲邊啊！我見到咧想一級射波就大迫勇也嚟㗎，但係決定唔到，結果慢咗，俾你自由咧睇啦。喂，右邊我有阿查鵬飛同阿徐德帥呢兩位球員咧，其實身形喺前線都係有一定嘅着數㗎。呢個波出嚟嗰邊啊，其實睇落咧就可以俾得益嘅。咁啊，大球線吹罰咗，因為咧查鵬飛俾人拉住，咁啊俾翻個罰球。哇！佢俾你睇地區多咗好多香港隊球員㗎嘛，全部都後生啊，唔係講少啊！有晒紅燈去支持，嗱呢顆心咧就難得啊！真係凝聚力量咧就喺呢度啊！咁啊呢個即係今次足球嘅賽事咧，雖然我哋話4萬飛就一定係出晒㗎啦，咁一定就咗3萬5、3萬6到啦，已經肯定係今次東亞運咧單一個項目入場最高嘅人數啊！咁由此可見咧，即係足球喺呢個整個香港嘅市民嘅心目中嘅地位點樣啊？咁啊，就如特首啦，頭先鏡頭未捕捉到佢啦，咁啊佢就話咧係今日一定嚟捧場㗎，因為咧係對朝鮮嘅場嘅總決賽咧，佢都係唔知捧場啊，好似你咁啊佢拿隻相機嚟影相啊，原來佢都同你同道中人喎，添咩？我唔知佢影靚同我影靚咧，真係。不過話實佢又識咩喎？佢係做第12個人喎，做第12個球員喎。咁呢個 term 真係嚇好多球迷先用㗎嘛。咁啊，不過我哋都做第12個球員啊，幫咧係香港隊打氣。可能8分幾鐘啊，咁啊香港隊而家嗰陣氣咧，其實毫無疑問，開頭10分鐘一定有㗎。咁啊，可唔可以慢慢打翻穩固啲嚟㗎？我相信即係過多幾分鐘啦，即係個速度唔會咁快㗎啦。即係如果香港隊好難，即係雙方面啦，其實就都好難話可以維持到成場波都咁快嘅。咁我相信如果呢10分8分鐘內都冇失波啊，或者攞到啲着數嘅話咧，我相信香港隊會打翻慢啲。咁而家係真係有一段虛火啊！其實感覺係快一啲嘅，呢一波冇嘢。冇啊，帶翻出禁區外，接埋中間，哎呀，葉鴻輝立晒出波就呢個啦，大迫勇也。葉鴻輝咧其實後生啊，即係佢反應啊，高波係好好嘅。不過咧喺中國隊嗰場咧，佢有輕微有時有啲有躁嘅嚇，希望咧喺大賽包括因為咁多人睇住之下咧，佢能夠咧係有一個比較鬆容啲嘅開始，咁啊之後越打越有信心。